中嘅人就地食猪肉、无猪肉用来路比拍猪肉好食。央视国内学无猪嘅主要地区都系太平东，尤其六队客家猪奴，最多都系学食质也得太嘅无猪嘅，也可能同客人食苦耐劳、地好食物、冇青菜好爽嘅传统有过大嘅关系。因多年来，好多单位还发现，尼泊嘅同竹田有的嘅学猪场还保留嘅同央视市面上普遍嘅无猪嘅冇相同嘅台湾本土无猪嘅猪种，唔过存冇100条嘅哟，系唔开始流种，怕国家都会冇黑的。有人还想要将一道无猪嘅呢打造做六队嘅品牌。罗粉丝王训勇带大家去看六队无猪嘅係用嚟學嘅，還可以睇好水項嘅研究價值。飼料流出來，豬相當詳實、鬧熱。規千嘅豬同豬欄地擺，有得走，有得血困，壯觀。將出些無奇奇怪豬子，直接頭阿妹都市行先呢，溫馨。和屏東六隊嘅豬場地擺，親自看到嘅就係那種本土無豬同洋豬兩種嘅無肉豬。因為呢種我哋頭擺老人家開始好傳統嘅本土嘅豬嘅，夾嘅生產呢效率個好，質素個大，吼啊空氣個強。一直以來，六隊嘅豬農農學無豬，除了係因為本身嘅抗病性好之外，佢耐出息也係重要原因。已經喺台灣。喺台灣嘅千多年，可能好多百年咧。嗰時如果適合人哋台灣嘅地區，嗰時有啲廠微廠嗬，嗰好，嗰可以耐出事啊。因為我哋客家人嘅祖先嗬，嗰勤儉啦，頭擺都係木筍，客家人都要學，都一隻豬嘛，兩隻豬嘛，啊養嘅些豬咧都愛鹽嘅啊，人講。洗米水啊，吼，同那個西灣塊嘅番粒嘅啊，安尼叫。以前人呢養黑豬呢，就是他只吃馊水。最早年呢，不管客家人、閩南人，全台灣家家戶戶都有養黑豬。可是當白豬開始引進的時候，變成企業化的時候，客家人養，閩南人也養。可是閩南人呢，他就專心一意的去養這一個白豬。客家人呢，他在養白豬的時候呢，實際上他還會在那個豬舍旁邊呢，就養2-3頭黑豬。那這2-3頭黑豬呢，是為什麼呢？就是吃家裡的廚餘，啊，然後呢，就這樣子的一代一代的養下來，一直等到口蹄疫過後之後，他們發現到說，哎，這個黑豬呢，啊，比較不會得病，所以他們才開始大量的養這個所謂的黑豬。客人學無豬嘅傳統。同刻苦耐勞嘅天性有動態嘅關係。我哋客豬農學無豬，也無過完全以豬賣為主，係同飼料難得。考慮豬嘅抗健之外，也有科研因素，因為無豬嘅飼料食材動態。因為2年後啊，有嘅寫豬嘅米廠啊，唔係馬上用廚餘啊，因為看唔得，我加把。愛食同飼料混合去味啊，愛味啊都幾個味從看得嘞，讓食能慢慢嚟加，哦啊飼料慢慢嚟加。前一天收回來的廚餘，營養午餐的廚餘，我們要經過加熱蒸煮完，隔天才可以辦法讓它豬吃到最新鮮的飼料。一頭豬一天至少要吃50公斤，因為收水它水分比較多，不像乾飼料。雖然當然含管講接，不過啲客所用嘅豬賣攏已經處理過，所以看起來冇像頭擺安尼，俾人吃到冇衛生嘅感覺。啲嘅人還留到係濫講賣水。土豆對量，除了提供關於無豬肉市場之外，也有賣假豬。
就会阻止团练无研究了后，卖本土猪苗来到蔬菜嘅猪农继续后汰。一般差不多锻炼多1站嘅时候，可以都差不多可以多30斤的。迄阵多2站嘅的时候，差不多多差不多45斤的呢。都差不多都可以送去北埔的。可能北埔人客嘅需要30斤啊，45斤啊。入去北埔啊吼，伊个气候啊，不冷啊。猪嘛用洗猪尾的时间，洗猪尾佫看唔得人咩？啊，北埔都佫冷的啊，啊，唔都叫都无安好啊。虽然有天时嘅优势，不过为到较生意到，猪农会用那种高价长嘅方式育猪子，就会套猪子团练了后，适中套了解土防地摆，佮透过室内恒温内通同湿土控制，本猪子使得更加抗健。利用温度控制器，让它环境很舒服，比较不会紧张生病，就不必投药，就是无药物在饲养的管理。目前六队体系当然提供家猪嘅数量大约42000只，算下啦，占全国90%，係關於主要嘅供應體。另外，亦見研討學術項，六隊嘅護主閣係要研究假設同意義。台灣大學動物科學系副教授朱友田專門研究動物遺傳學，經過3年半嘅研究。佢發現六隊幾個鐵天豬場嘅本土護豬 DNA 要同台灣現有豬種還有外來豬種是在區分嘅遺傳特徵。台灣的現在本土黑豬大概可以分成3大類，那其中有一大類的話，它會跟桃園豬是坐落在同一個次類群裡面。那其他的有兩個就是次類群是跟桃園豬跟這一群被混種的台灣黑豬是可以獨立開來的。那因為這兩個次類群，它的遺傳結構跟它的遺傳特性，明顯的跟桃園豬跟它的混種的後代，還有其他3個豬種不一樣。好，所以這個就是六對黑豬它的一個遺傳的結構的一個特殊性。朱友田強調，目前到台灣學嘅護豬，是在同桃園護豬遺傳特徵顯明區隔嘅種族群只有6對護豬，其中桃園豬到1980年。本農委會納為國家級保種族群，6對護豬嘅種豬出沒200隻。其他學術嘅立場來講，保種便該當重要同級別。先進的國家都以保有他們的原生種的種源當做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好，那這些種源的話，一旦它不見的話，這個種源的基因庫就喪失了。那喪失了之後，我們就沒有辦法去把它再 recover 回來，或者是復原回來。那如果6對黑豬這些豬，我們不再強調它的獨特性，不再把它的一個利基的一個市場把它開發出來，我相信在未來10年內，這批豬應該會在台灣消失。目前我們很重視所謂的多樣性，或者是基因的多樣性和這種品種的多樣性。我認為，因為它這個品種的特性非常獨特，所以還是有必要把它保留下來。一旦這個品種丟掉之後，你也想找到這個品種或找到這個基因的話，就很困難了。那這個在對全世界的農業，或甚至於畜牧業，或甚至於這個豬的品種的保存來講，都不是一件我們所樂意看到的事情。桃園黑豬的話，也是台灣黑豬，就本土黑豬的其中一種。了解。OK， 好，那6對這邊的黑豬的話是還沒有被命名，啊，桃園豬是被命名的。了解。現在6對黑豬的話又有在地的文化的一些意涵在裡面，所以我希望用這樣子去包裹，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品牌。躁動。那這些就是當肉用。對。朱友田嘅研究團隊，除了考慮6對護豬嘅遺傳獨特性之外，也自己從事保種體檢，所以到6對嘅豬欄地擺，直接是嚟看到朱友田那條人。他可能吃不到出奶或怎樣，就是會死掉。哦，好，了解。所以你變成，你看，像我就要用一些的代理給他吃，就提高它的採食量。我是希望能夠利用遺傳學的方式，分子遺傳的一些技術，然後去檢定這些每個本土黑豬、6對黑豬的個體。
然后呢，再把具有六对黑猪遗传特征的个体，然后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族群。也就会讲，透过科学嘅方式，六对乌猪嘅保障有各个气体嘅方向同执行面。它总公猪的头数非常少。那这个猪场如果它需要繁殖这个纯种的，它势必要寻求这个邻近地区，不是它这个厂里面所留下的公猪，否则的话就容易造成近亲配种。那么目前可以透过分子生物的技术来帮他们协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找到一些比较理想的公猪，那么和它的原有的母猪群进行配种，避免产生所谓的近亲配种的问题。本身如果种猪场啊，还是一般肉猪场，母猪都有近亲繁殖的话，你抗病力还有一些管理上就是会有很多问题，小猪又不好饲养。主要田团队所进行嘅計劃，係來講於文化層面，就會愛同六對烏豬打造變異嘅品牌，而家要科學嘅論證、正確嘅執行，同要六對故事嘅烏豬產業。那像现在6堆当地的祭祀，像祈福玩福，他们祭祀的时候还是要准备1只全羊跟1只全猪，而且要黑的。第二个其实就是延续饮食文化啊，因为呢，可能来到了台湾了，他其实他可以吃到不同的猪的这个猪肉，可是呢，他可能还是怀念原乡的猪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味啊。那第三个呢，我认为就是要传承这个所谓的蓄养文化。一种种迄种可以推广出去，对台湾的话，你同桃园东路比较冇重要嘅，还会出来肉质，还会出来猪肉，可能会特殊，嗰是想可以带动到嘅六屏东6对地区嘅6对乌猪嘅产业嘅发展啊。烏豬肉嘅品質其實唔是多講，所實際做出嚟嘅料理也當然，無論係用炒、剁盤、用派，也係做鳳肉，就會比拍豬肉多出一枚。你面試又嗰甜，嗰冇人所謂拍豬嗰種肉腥味啊，嗰是講適烘了，一般社會上只要食慣的人6對嘅烏豬肉食的話，是拍豬肉都冇有關係。佢嘅醬肉嘅纖維啊，個油個嫩啊，入口迄個，我冇講安尼切開安尼就撲咗，有絲樣嘅安尼，個會黏牙齒碰啊。主要脂肪個盤，它是以分布個均勻。洋猪跟合成猪种的话，它到达110公斤的月龄大概是6个月就可以到达了。OK 啊，那它们都是以饲料当做那种主要的那种食物的来源。那我们的本土黑猪或者是6堆黑猪的话，除了饲料之外还有加一些农业的副产品，还有食鱼。OK， 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生长的期限会比较长。那大概都是要多于1年或1年2个月左右。OK， 那因为它的饲养期长，所以说它的肉质有经过熟成，它的脂肪的堆积会比较完整，所以它的风味相对的比一般的合成猪种或者洋猪会比较好。好品質同繁殖態中一條優勢，6對烏豬係要遺傳行嘅特殊性，在學術單位同豬農嘅大病之下，更希望6對烏豬未來唔單止保係種源，還是得變做一個充滿彩體性嘅產業同文化。